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16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南洋溪规个涨起来，因为淹水有民众掉伫遐，阳明山嘛发生水崩山。气象局针对800基宜兰顶管区发布大水号甲超崩大水号特报，明仔新竹以北东半部雨也是会真大。中国第20代早起开幕，习近平讲坚信反对台独，希望和平统一，不过未放弃用武力来打台湾。因为受到尼沙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也有东北季风，气象局针对部分的县市发布大水号特报，其中依然是小连续传出灾情，部分的路段放弃。在山区的英树村，早起就家己决定先归村来撤离。另外，在南洋溪水位规个涨起来了后，搁倒灌，附近袂少所在拢淹去。在七贤村，也搁有民众掉伫民宿内底，等消防人员来救援。大雨落袂停，造成南面溪水拢涨起来，那和平公园篮球场拢淹着。七贤村溪水地区拢淹了，造成有民众河水位伫民宿内底无法度出来。问过说啊，这边会不会淹水啊之类的，然后他们民宿老师说不会，然后结果谁知道隔天起来整个淹成这样。对外面调研看到，厝内底一楼变做小水池，要物件铺伫水面上。警消接报了后，赶紧出动求人船来救人。8名民众受困，于9点55分顺利将民众全数的撤离。七贤村为什么淹水？一度传出是水闸门未加关，造成溪水才淹入去。不过第一河川局澄清是溪水门维持中立排水，不是未加关。南洋溪水位高那它可能会灌进来，那灌进来的量那就更恐怖了。所以说那时候的水门就会关闭。5点半一直到7点20分左右的时间，其实水门都是关着的。雨量比较大的时候，就有可能造成内水不太容易排出来。为了解决淹水的问题，河川局赶紧利用抽水机来处理。不过，唔拿南洋溪沿岸拄到淹水的灾情，其他路段甲山区也是无平静。大水雨一直落，要部分路段明显出现土石崩落的情形。台七线牛道到英树路段，沿途也在看到未少的瀑布，早起已经进行车辆的管制。阳过路东圣母病院有4名医护人员对南山部落进行山地巡回医疗，结果回程伫台七线85到86公里的所在拄到泸州，造成因进退两难，真需要来协助。早上呢6点要从南山部落下来的时候，被土石流所困，土石流已经都要比挖土机高了，而且现场呢只有一辆挖土机在清理这个土石流，所以人员就眼见着这土石流跟他们越来越逼近。另外，台东乡英树村是因为雨实在伤大，因为安全的考虑，家己来撤村，已经有200多人所往其他的场所避难。目前上状况就是雨势不断，而且我们那个是土石流检视区，台七线跟我们部落上方的农路已经坍方，其他都还好。由尼山风台外围的环流加东北季风造成的强风效应，为台湾北部、东北部加东部地区带来真大的雨势，更加造成宜兰真侪所在出现严重的灾情。记者宋海报道。受到尼沙风台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台北市山区的雨是规通倒。阳金公路跌下湖的路段，2届因为发生土石流，路煞未通。今仔日透早6点，原本有先处理到一个坎站，会当单线通车。不过8点外的时阵，佫发生水崩山。当地里长迄当阵拄好去遐勘灾，当场煞掉伫咧遐。土沙水位山壁边继续冲洗，阳金公路因为连日大雨，山壁土石一直冲洗，土沙水冲至公车站，双向交通拢安尼断去。我要上班。上班，那今天是车子都阻断了，是不是？对，OK。那所以你就用走的，可以用走路。往跌到湖方向交通北中段，要落山的民众只会当用行的绕过土沙水，这已经是一天内当地第2摆土石流。北市新港处伫16透早原本已经将头一摆土石流清完，当地里长也前往现场会同派出所查看通车了后的动线，想要到大雨中，佫发生第2摆的土石崩起，土沙水冲到停伫路边的车辆，里长讲，迄当时1月头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就看到土石骨落，要副将车开走。本来已经像这样清好了，准备洗马路了。那8点半的时候，第2步又整个冲下来，造成我们来不及跑。
趁雨较细，大型机库出动，将受困的小客车位土石中调出来。因为当地游玩继续落雨，阳明山国家公园也发布警示，山区部分道路甲步道陆续有崩山、土石流的情形。阳明山生态园区甲阳明山国家公园拢是关起来状态，请民众暂时莫阁上山。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关心这个上新的消息。在台北内湖的康乐磅坑口，受到持续低温时强降雨的影响，拄则尾仔的时阵发生山坡有土石放落来以外，地势双向的路拢未通。台北市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已经去现场游防疏散。在磅坑口，除了放落来土石以外，边坡的树啊嘛规拢倒去，甲磅坑口拢炸掉咧。因为外口还阁伫咧透风落雨，烦恼会继续崩塌。消防人员先甲双向的车路封起来，加在意外发生的时阵，无人调伫咧内底。消防局嘛提醒，若是原底按算要走这条路的民众，爱提早改行别条路。台湾北部今仔日的雨势落无休困，新北市汐止几个所在拢淹水，南洋街附近积水的情形是真严重，水甚至是淹到轿车的半个车身遐尔悬。气象局嘛针对北基，还有宜兰等等的县市发布大水雨，还有超磅大水雨的特报。因那海上风台警报，下暉暗时都会来解除。不过明仔载新竹以北甲东半部地区雨也是会真大。有路车车门拍开，泡伫土水内底。新北市汐止区大雨成灾，造成有真侪所在淹水，其中南洋街、吉林街甲福德沙路的路口，水淹到半台轿车车身遐深，好几个车道差不多变做河共款。因为泥沙风台外围的环流，由东北季风带来强风效应影响，北台湾地区16一直落大水雨。台东地区的烟花是一直有长影，大约3公尺悬。南回公路沿线也出现未少大影，遥远来北的拍到公路上。丰台内市未少县市落大雨，对15到16下晡5点，各县市上大累积雨量以宜兰台东的972.5毫米上悬，台北也超过800毫米，桃园甲新北也超过500毫米。气象局也继续对着台北、新北、宜兰、基隆这县市发布大水雨甲超大水雨的特报。我们预计它的强度还有可能再增强，那暴风半径也有可能再稍微的扩大。在今天晚上到明天这段时间，还是要严防豪大雨。那区域的部分呢，就是北北基桃还有宜兰，其实东北风下来的时候，迎风面降雨又会变得明显。特别在东北角迎风面的这个靠山区哦，特别配合上地形的抬升，所以就造成这个剧烈的降雨。那这一次呢是非常的大，预计呢可能在整个北部都有可能会有破1000毫米的这个累积的雨量。专家预估部分山区70的雨量到8亿可能会总计超过1000毫米，所以讲提醒民众，若是有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有关花莲的消息。在花莲台北线中环公路117.4公里的所在，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关关灾害路段16透早又搁崩去，目前车路是已经先封起来。也那伫咧花莲南区，也搁有部分的918地动受灾户，这几天啊雨势都甲遮尔凶，这厝安全的问题嘛，互人真烦恼。来到台北线的泰鲁阁口，尽管山区雨势真大，也实在看到真侪游览车载游客来沙卡洞步道佚佗。磅坑内底游览车至少10几台，附近民众拢替因感觉烦恼。山区中横已经坍方了，对，可是里面还是很多游客。天响以上就很危险。落石有几率会掉下来，然后水的部分、流水部分可能会很大这样子。受到泥沙风台环流甲东北季风强风的影响，15暗时开始出现大水雨，造成原本修路的关元段台北117.4公里的所在，搁再崩落来，礼拜确定封起来，无开放通行。现场是持续落实哈，那所以我们的人员在两端哈，大概这200公尺的范围哈，目前是阻断的一个状态。另外，花莲中南区也出现一寡灾情，红林镇、红义里水源路拢已经淹起来，桥里镇、观音里田拢泡伫水内底，万盛里、金星桥一度水淹到桥边。另外，上坡里的山水一直冲落来，是继续威胁918地动受灾户的厝。多年来的一个淤积哈，这一次泥沙台风过境之后，这个水面就整个垫高，所以有溢流到这个桥面的一个状况。水塔从隔壁楼顶掉下来，就打到这个屋顶。塌下来，整个都塌了，2间都塌掉了。
由河港用平的公路总局已经发布，台北线天上到金马磅空、台九线松花公路无摆渡实施有经性封闭，民众回避后请唔通搁再入山，以免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接续咱来关心台北市长的选战。昨晖，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哲讲，伊看过民调，伊认为民进党陈时中这届是选袂掉，希望大家甲票投予无党籍的黄珊珊，引起各界质疑讲郭文哲是咧做政治操作。原来陈时中是讲，这种讲法是要互人无法度当选。黄珊珊认为郭文哲只是甲目前的状况讲出来尔。另外，国民党蒋万安伊是无直接做回应，干那讲重点要是爱看政策。甲侪侪气候医师徛共台，16陈时中出席世界联名医学会的活动，讲到15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哲表示看过民调，认为陈时中袂当选，要大家夹票转予黄珊珊。陈时中认为这款讲法无好。我们现在都没有在想这个弃保理，不过第一个要提醒，用这样的讲法就有一点点有意图使人不当选的味道了哈。那我们这边还是着重在政策。同时间，报道一黄珊珊到香港市场拜票，进前黄珊珊捌讲，哪里规工在发气保真巧角，现主席大力听家己的郭文哲说也相像，以便讲郭文哲只是甲现主席的状况讲出来。我想市长讲的是说他的现状吧，我觉得选民是人。不会因为有人这样说了之后，他就改变选贤与能，所以大家还是要去看说谁是最适合的人选。国民党蒋万安也到签和市场拜票，针对起保议题，蒋万安回应真保守，跟他表示会继续杀政策。柯文哲市长有没有操作弃保，这见仁见智。我想社会各界自有看法，但就如同社会的共识，喜欢谈论弃保的人就是在操作弃保。蒋万安对起保议题讲了保守，不过针对媒体问到高端疫苗 EUA 审查无录影的问题，也是大力攻击陈时中，批评陈时中无国际观，也批评民进党护航高端疫苗。记者郭伟、谢桂林台北报道。台北看煞，咱来看高雄。年底9合1的大选，敢若剩个外月，要拼历任的高雄市长当机麦，昨晖百工百业后援会发出要冲破100万票，拼过台北。不过，伊对手郭志温今仔日就甲口说讲，高雄这2年的人口是减4万多人，要是先拼过台中的人口，比较较实在。伫支持者的包围加向舞台，高雄市长陈其迈16一道为市议员参选人徛台9合1大选，剩1个月。根据两间媒体10月公布的民调，伊的支持度拢领先国民党市长参选人郭志温至少20%。伊的百工百业后援会拜六暗就发出要冲破100万票，伊希望高雄会当超过台北。超越台北论述，先让我们先超越台中的人数吧，好不好？话不要讲那么多。我们现在2年，年轻人离开了4万多人，先把我们的人口量赢过台中，先不要想双倍。无受民调落后影响，郭志温早起伫赵少康甲议长等人的陪同到市场扫街拜票，甲支持者互动。郭志温认为，陈其迈从选情拍冷，煞想要冲100万票，逻辑袂通。陈其迈是市政选举形成两边走，表示会继续推动市政选举结果交予选民决定。谦虚的来倾听民意，然后把民众切身关切的问题把它解决就对了。我想谦虚的。一步一步的实实在在的做事情，这个是市民的期待。其实高雄市长历届选举，目前相关票数记录是陈桥伫2014年摕到99万多票，其次是韩国瑜2018年摕到89万多票，迄当时投票率拢偏悬。也毋过今年高雄选情偏冷，可能连带有价投票率，想要摕到更较侪票数，参选人伫最后冲刺阶段爱更较拍拼。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国际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全国代表大会早起伫咧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政治报告，伊强调讲，中国依护国家主权甲领土的完整，坚信反对台独甲外部干涉台湾的势力。伊嘛讲会尽上大的拍拼来争取和平统一，毋过袂放弃用武力拍台湾。中共党代表甲特别邀请代表2340人全体站起来，随着迎宾进行曲拍谱欢迎总书记习近平甲20代主席团常委进入20代开幕式。习近平代表第19届中央委员会进行报告，
回顾过去5至10年的两岸关系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共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案，促进两岸交流，坚决反对台独甲外部势力涉台的严重假事，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报告后段，习近平阁提出祖国统一大业，伊讲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家己的代志，要由中国人来决定，中共绝对无答应放弃使用武力。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虽然习近平口头无讲起一个中国关节甲九二共识，完整版报告是有的。20代有假离离，被无了后，加登港召开第20届一中全会，佮选出新的总书记一半有了，习近平将会续任，展开伊第3个5年任期。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第20代习近平对台湾议题发言，总统蔡英文回应讲，台湾主流的民意是坚心拒绝一国两制。也那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表示，台湾的前途是由咱台湾人家己决定的。中共20大开幕，习近平对台湾发出绝对袂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总统府表示，国安团队密切掌握相关的情势。总统蔡英文在国庆演说已经表达清楚的立场，就是继续徛稳死的坚持，坚定拒绝一国两制。小建绝对不是两岸选项，这是台湾人民的共识。也搁再讲，愿意甲北京当局找到维持台海稳定的方法。习近平应该注意到自己北京四通桥上的狼烟跟抗议的布条，而不是老是想着要武力对付台湾。台湾是由台湾人自己当家做主，前途是台湾人自己决定。苏贞昌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27摆甲19代习近平4摆讲到9二共识来比较。20代口头报告虽然无讲到，也毋过报告专门也是明确写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加9二共识，更加增加促进两岸同胞心灵融合的内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既有对台动武，又有这种语调上缓和。也出现了，未来就要看这个中共对台的实际作为。学者认为，报告中台湾的部分维持一贯的基本的论调，不过特别注意的是，主调是反独加反外部势力。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定成解释，虽然无明确来点名，也不过外部势力真明显就是警告美国莫干涉，台海局势甲美中关系紧密连结。记者综合报道。在土耳其北部乌海的一个城镇，15发生重大矿灾，目前已经有41个人死亡。这站意外是因为炭坑内底的沼气爆炸，造成炭坑是规个崩起。迄当阵有100外个炭矿工掉伫内底，这嘛是土耳其这8年来上界严重的工安事故。救援人员甲救出来炭工送去救护车，要去病院治疗。在土耳其北部接近乌海城镇的国营炭坑阿马斯拉炭坑，当地14日暗头发生疑似甲原爆炸，造成坑道崩落来。当时伫炭坑内底工作的80名炭工受困。经过透明的抢救，已经救出58人，也毋过在着往炭坑较深的所在搜救，累计死亡的人数是增加到41个人。 24 aşağı yukarı gündüz var. 24 saatten beri buradayız. En son görevimizi arkadaşlar en son görevimizi yaptık yani. En son 13 kişi 14 kişi kalmıştı. Onlar da gece 2'de tekrar indik biz ocağa. Artık onları da şu an hepsini aldık. 这是土耳其过去8年来上严重的公安事故。在爆炸发生将近24点钟了后，搜救人员嘛找到最后一名失踪的罹难者遗体。真济罹难者的家属就伫病院的太平间外口等待烧人遗体。当地15有家属替牺牲的炭工办丧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赶去现场参加，表示已经要求司法单位展开调查，追究责任。 Elbette bu patlamanın nasıl yaşandığı, varsa sorumlularının kimler olduğu yürütülecek idari ve adli soruşturmayla ortaya çıkacaktır. Bu soruşturmalara çok yönlü olarak zaten başlanmıştır.
暂时有3名检察官开始调查这个意外。21名送病院治疗的探工已经有1个人出院。事发了后，同年级1名议员嘛，伫社群网站公开一份2019年的报告，表示当时的报告都已经提出这个碳客的煤气含量真高，若是增加碳场，向释放煤气的风险，都有可能造成爆炸。若是意外的详细原因，该等待调查。国视新闻台是同朋友。咱来关心疫情的消息。国内今仔日增加41000外的本土病例，有60例是带病入境，加上一个礼拜来比降低6.7%。目前其他的国家Omicron亚型变种病毒是继续演化出新的变种病毒，而且开始世界在传。卫生就指出，这个变种病毒就算是真够会传，短期内嘛真好成做台湾主要流行的病毒株。因为未来爱观察的重点是敢会出现抗药性的变种病毒。台湾边境0+7检疫10月13上路，国内疫情稍无顿复，增加41481例本土个案，新北市7887例上济，甲顶礼拜日比降6.7%，增加65例死亡，187例中重症个案。一位本身有异位性皮肤炎的13岁少女，9月23确诊，规身躯出现无小的异位性皮肤疹，礼拜一阵发烧，10月初5急诊就医。那检查有发炎指数升高、凝血功能异常，诊断面积在10月6号住院，给予类固醇等药物治疗后，病况好转。13岁青少女得MIS-C，指挥中心认定特殊重症，好佳在13已经出院。面对Omicron亚型变异株哪济，其他国家也开始流行。台大医师李建章指出，台湾现阶段由于伊比 BA.5较侪，要注意的是抗药性变异株敢会出现。抗病毒药用的久、用的广之后呢，那如果说突然有个随机的病毒变异到一株，这一株是对药有抵抗性的，它就会流传出来，变成一个主要的一个抗药菌的一个菌株这样。李建章指出，台湾目前使用的口服抗病毒药物无出现抗药性，不过若使用普遍出现抗药性，只是时间的问题，需要继续观察感控无共的新病毒伫台湾确诊案例的变化的比例。记者综合报道。有人讲家己是家长窟，为着将家长的文化保存落来，全台湾12个家长团体，一个拜6礼拜伫咧家己举办全国家长文化节。开放予民众来体验家长的开面，是啥未少人来参加，咱做伙来看卖。开面的师傅专身替民众为家长的面谱，伫家己市举办的家长文化活动，介绍各种家长文物，嘛有艺术讲座。啥上侪人参加是体验开面，民众开面了后，各会当来扮家长。幼稚园呢，今年的学期的主题刚好是了解台湾，所以就想说带领来了解台湾的文化，没有画过会不知道这种艺术已经快消失了，感觉不同，很特殊。怎么说很特殊？就整个跟我们本来自己的那种表情不一样啊。以前来说，有的人都会感觉说家将文化是伫咧玩给小拍，但是因为借由这次机会，爸爸要带动这次的家将，要大家知影讲，其实家将文化没有像大家所想的那么糟糕这个样子。家己地区的家长文化为台南传入来了后，开枝散叶，甚至阁有家长窟的名声。但是社会长久以来对家长的成见，致使这项传统文化用尾消失。为着要让民众会当入摆家长文化，全台11团家长团体，10个16两天，甲家己市政府举办全国家长文化节。要让大家知影，就是讲，它有脸谱的艺术，它有它头盔服装的艺术，所有种种，咱就是要让大家去体验讲。这个文化，这个家将文化，它的传承是跟以前不一样的。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人更了解家将文化这一块。市政府表示，有50栋历史的古土城山海镇10家长本馆，唔但登录做家己市无形文化保存团体，今年阁摕到第26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团奖，希望透过这摆活动，改变民众对家长文化的成见，继续传承在地家长窟的历史。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
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